歡迎翻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嚟到2026年嘅第一個月，我相信你都會想知道到底點樣先可以賺到人生最多嘅錢。所以今日就希望同你探討一下投資最基本同最重要嘅原則到底係啲乜嘢。咁我認為只要你掌握咗呢幾個最基本嘅原則之後你長線必然會成為一個非常之富裕嘅人。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首先第一件事就係可能你都會諗，如果錢唔少嘅話，或者話有機會崩盤嘅話，係咪唔應該投資，應該等多啲錢或者崩盤之後先開始？咁其實呢一個問題嘅答案永遠都只有一個。如果你手頭上面係完全冇投資嘅話咁你最重要嘅第一個行動就係即刻開始投資，即刻開始買一啲長線最優質嘅資產，然之後盡可能無限期咁樣永久持有嗰啲優質資產。咁如果你係一個啱啱開始投資嘅新手嘅話咁好可能一個最適合你嘅選擇就係投資成個市場嘅一啲指數 ETF， 即係 VOO、QQQ 呢類型嘅一啲指數 ETF。咁如果你話你係一個已經適應咗市場一段時間嘅人，可能講緊投資咗幾年啦，咁你唔擔心波動嘅，你唔擔心個市場會崩盤嘅話咁一個回報更高嘅選擇可能會係 Google、Amazon、Tesla 呢類型嘅一啲公司。咁呢一個就係今日要講嘅第一個規則，就係如果你未開始投資嘅話咁我認為一個可以令到你長線變得更富有嘅必然方法就係由今日開始馬上開始投資，就唔好理本金有幾多，都唔好理到底而家時機好唔好。不過講完第一點之後你都要記住一定要配搭啱啱講嘅第三條規則先可以真正令你賺到最多嘅錢。而第二個規則就係當你買入咗一啲真正優質嘅資產之後其實你係乜都唔需要諗嘅，即係唔需要諗話會唔會因為一個政策就要買晒啲 Google 啦，會唔會因為關稅就要買晒 Amazon 啦，會唔會因為第時市場有機會崩盤就買晒啲指數 ETF 啦？呢個完全係一個錯誤嘅一個市場迷思嚟嘅，即係好多人會以為如果佢可以把住每一個高點同低點完美咁買同賣嘅話佢就可以賺到最多嘅錢。咁但係事實上就係當你嘗試做一個最聰明嘅人，當你嘗試要把住每一個最完美嘅機會嘅時候普遍嚟講你嘅回報都係遠遠差過你乜都唔做買完之後長線持有嘅。咁呢一個道理其實我會話對大部分新手嚟講都係唔會理解，即係大家都會覺得我以完美咁掌握到每一個買賣一定係會比持有賺更多嘅。咁但阿 Sam 經過咗咁耐嘅投資之後，我可以好明確好肯定咁樣答你如果你係一個新手嘅話你係應該由而家開始即刻盡可能長線咁樣抱住一啲最優質嘅資產。呢一個100% 會係令你長線賺到最多錢嘅最優質嘅方法。就算用一個倒視鏡睇翻過去嗰50年做晒完美操作嘅話你可能會發覺唔係啊，你真係可以多過單純持有。咁但係現實上就係呢個世界上係從來冇任何一個人可以真真正正做到完美咁樣低買高拋，然之後全部都係一個最完美嘅時機度進場同埋離場嘅。咁所以為咗令到你喺長線有最大嘅確率必然會賺到大錢咁一個最佳嘅優秀策略就係買咗一啲優質資產之後盡可能無限期咁樣長期持有，就唔好嘗試係諗太多嘢啦，即係可以抱得幾耐就抱幾耐。咁樣嘅話基本上可以確定自己喺5年、10年、20年之後得到一筆非常之可觀嘅財富。咁當然，如果你話你想知道有啲乜嘢係屬於優質資產嘅話你都可以加入阿 Sam 嘅 Patreon 長線投資俱樂部。咁我每個星期日都會同大家講一下市場嘅一啲觀點啦、分析啦、走勢啦，同埋當下我認為一啲受低估嘅優質機會。咁我認為都可以令到你長線嘅績效變得更加好嘅。咁而第三個致富嘅重要原則就係好多人都中意喺一個市場最興盛嘅時候買股票，然之後喺市場最蕭條嘅時候就清晒自己手頭上面嘅資產，因為覺得佢會歸零。其實現實上你應該反其道而行嘅，即係講緊就係如果你見到市場崩盤嘅話你係應該用盡晒你所有嘅現金流、所有嘅資金去買一啲好似阿 Sam 頭先講嗰啲最優質嘅資產。咁個原因就係因為就算個世界點變化都好其實我哋都會知道呢個世界必然係有啲需求係唔可以被取代嘅。咁舉個例就係你唔會想象得到成個美國經濟會因為一個熊市而毀滅，你唔會想象得到 Amazon 會因為熊市而毀滅，你唔會想象得到 Google 因為熊市而毀滅，你唔會想象到一啲最優質嘅資產因為一個熊市就會變得毫無需求、毫無價值。咁所以基於一個咁嘅認知底下只要你可以喺每一個熊市、每一個大跌度敢於大手買入嘅話咁最後你贏嘅機會根本上係100% 嘅。咁可能你會話唔係，有啲人熊市買係輸嘅，咁個原因係啲乜呢？個原因就係因為佢買咗一啲唔優質嘅資產，而唔係因為佢熊市度大手買入嘅呢個操作。咁所以第三個原則非常之簡單，就係就算你喺熊市度大手買入都好都
僅限於上述講過嘅一啲真正最優質嘅資產。咁而呢，我認為呢，其實喺2026、2027呢兩年度呢，鑑於而家市值非常之高，而且經濟不確定性都十分大嘅基礎底下呢，有好大嘅可能性呢，我哋會見到一個非常之可觀或者話恐怖嘅一個大回調。咁如果呢，你可以善用呢未來呢一兩年出現嘅崩盤去大手去買一啲優質資產，然之後無限期長抱嘅話呢，咁我認為呢，你有一個極之大嘅機會呢，會喺5至10年之後呢，賺到非常之多嘅錢嘅。咁所以呢，其實呢，你要喺投資路上長線賺到最多嘅錢呢，其實並唔複雜嘅。講到底都只係3句說話。第一就係唔好理本金大細同埋時機好唔好，一定要先開始投資。第二就係盡可能呢長期持有一啲最優質最頂尖嘅資產。第三就係喺熊市大跌嘅時候呢，有幾多買幾多，千祈唔好話擔心嗰樣嘢會歸零，因為佢係唔會歸零嘅。咁如果你話你可以秉承到呢3個原則，超長線留喺場入面，而且大跌嘅時候大手去買一啲頂尖優質資產嘅話呢，咁我認為你長線必然會賺到非常之多嘅錢。咁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